接咱要来吟这首《让爱走动》，咱请玉志弟兄前来带咱唱一啊半段。咱同齐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拓宽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芬芳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闪烁着你的梦。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活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闪烁爱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飘逸，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闪烁着你的梦，编织闪烁着你的梦。哎，老师这个，哦，编织闪对，稍微慢一下，这样才有办法慢一下。啊，还是我们唱那个副歌之后的最后一个，编织闪烁爱的梦，然后再啊，阳光编织闪烁着你的梦，编织闪烁着你的梦。OK， 好，谢谢。约翰福音19:11讲，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有羊放杀死命。咱即点重新来唱，坐伫宝座顶圣的羊羔来纪念主耶稣对咱的疼。请任何长老带领咱吟前半段，咱才同齐过来唱后半段。
恁的内面要转正做水泉，直直浸起来到永远。听这咱有快乐无？阿妹，好，咱这条咱来吟这首，蛮有能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咱手甲举起来，好，咱同齐来，学咯，咱主上帝。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咱用心的声音吼，你不要心地来，用心的歌声，大家学咯，咱的上帝。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最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最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胜有余。在我的眼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最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勇敢站立。阿妹，咱将一切恶乐献到咱的阿爸爸上帝。煞只，咱赶快徛着，咱要来吟这首《让爱走动》。约翰福音10章10节讲：灿来无毋是爱偷、爱财、爱袂无，但是我来是要互因有活命，阁有丰盛。今天咱要来学习主耶稣的听，互咱食水的会当祝福别人的人。因为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安尼讲：亲爱的兄弟啊，咱就要互相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咱就伫咧即个听的中间内底互相知，并且搁甲明白咱的阿爸爸上帝。即个咱请咱的预志弟兄先带咱唱前半段，咱再同齐来唱。让爱走动。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章11节安尼讲，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牛放杀性命。即点咱要来吟即首，坐伫宝座顶圣洁的羊羔来纪念咱主耶稣对咱的疼，要将一切恶恼、尊贵、荣光甲权势，拢归互伊。咱请仁和长老带领咱来吟前半段，煞只咱才同齐来吟即首，坐伫宝座顶圣洁羔羊。即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何等的福分，会当伫即个时阵，同齐组织伫你的圣殿内底，开声对阮的心灵来学乐，将一切荣耀、尊贵、甲学乐全部献互伫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平安、和平，甲你的仁爱，拢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诚做土地，因为阮除了阮平安喜乐的心，甲阮伫地之外，阮也较无你，较无阮诚做上帝你的欢喜。阮的心要诚做土地，要迎接上帝你一切的话语，因为上
着你是光，你是疼。若就滚滚的无点，光的都无点伫黑暗内底，你也是疼。阮求过你的，阮会当彼此相疼，会当互众人知，阮是你的学生。敬虔带领阮今日的敬拜甲学乐，诚做芳芳的祭，你着上着你的欢喜。安尼感谢学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是一个名变做人名，变做一个国家的名，变做一个民族的名。新约嘛有做的，上帝了后圣经大概叫做无，帮助帮助咱，互咱即个时代世间伫咱的人生来互主使用，重新来提升。伊白主，感谢你，恁互阮。即个春天的天气变化，上帝你帮助。伫南部、中部即个水情过急，求上帝你收请查即个土地，特别是中南部的农业遮种田的人，求上帝你降落雨水伫适当的所在，伫欠水的所在，求上帝你帮助。然后伫即个无落雨的时，求上帝你疼惜，互阮会当去珍惜上水，帮助阮来度过即个欠水的时。因此，你嘛是阮伫阮的国家，伫即个世界来疫情会当来真正过。祝你帮助，开人类条新活的道路，互疫情过去，互世间顺序调整，互人更较珍惜家己的性命，珍惜即个世间，珍惜所使用的资源。感谢老主，祈祷靠这所得着圣之名来求。今仔日特色叫做电火活节，当然活节嘛有死节，啥物是活节？啥物是死节？伊个差别伫倒位？死节是伫即个讲道的顶面，也是伫祭坛的所建的城市。帮主帮助咱，对宗教的观点来看，其实伫早期的人类就有献祭的仪式，而且伫仪式的中间所献的祭物是非常特别。有的祭是献动献植物，有的祭是献动物，有的祭是献所收割的。搁有的所在的宗教仪式是安怎是献人。当然，献人、献囡仔即种的祭是上帝所无欢喜、所厌恶的。所以亚伯拉罕上帝赐伊，叫伊将伊独生的囝，亲生的囝以撒来献互上帝来做烧祭。可是伫献的过程，上帝有替伊治办吼，所以是上帝的山，是上帝治办，叫做耶和华以列。所以人后来即种想法，宗教意识嘛改变，才会祭祀变做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旧约的中间嘛有来吩咐人着献祭、献祭物，所以当要献的羊有即个精丝，也是五角五符。当互选做祭物的时，伊爱有一寡条件，就是完全完美无有错。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伫耶稣的时代，当耶稣到伫拿撒勒，看到圣殿咧做遮个祭物的交易，耶稣讲：这个圣殿应该是祈祷的殿，哪会变做什么货？还是贼窝，怎么变成做生意的场所？哪会变做市场？哪会变做伫遮咧交易祭物？求上帝帮助，因为遮个宗教人士可能能够聚会，所以耶稣无欢喜，所以伫白家基督的躯体应该嘛是咱的教会，应该嘛是基督的圣殿，基督的地方。所以第一，这死者是讲道顶面祭坛遮个地方。当然，人的心理是非常重要，活着是有生命，搁伫人的生命中间，咱的人生。美国早期有一个宣教士叫做安德伍，伫个木头之下吼。即个安德伍伊是美国早期成了教会的传教士，伊嘛是一个教育家，嘛是一个
讲是安那，我即摆复现的时阵，我就用我的身躯来代替金钱奉献。后来这位小朋友，这位变做少年家，大汉了变做牧师，变做医生所在，其中一个传道士。所以这个安德鲁，上帝使用伊，伊无金钱，都是伊献伊的身躯，成做换我成来互上帝服务。第二，我甲大家分享宗教仪式祭米转化。进入到新约的时代，祭米的仪式变做是礼拜，了常常变做是礼拜的形式。献祭的精神，变做奉献。这奉献不一定是指金钱，咱嘛有可能爱献工。特别最近咱有一个咱教会的外观，要整理，来祈祷去上帝面前。从天气的拢做天气真感谢主。时间我将近2礼拜我伫咱的工程非常的顺利，只有2个人咧做所以选8元8家去上帝面前。有献工，有献心，有献力，献歌，献你的专业，献你的才能，也是献你所有教会圣地成做真正。所以这个祭米一定对死的变做转化，变做活。所以上帝良心欢喜顺传，因耶稣伫十字架顶，成做一个最后看过祭米，人毋免搁祭大献羊、献牛。甚至约瑟甲玛利亚为着耶稣献上的一对星仔，一对房角，上帝已经无伤惊，已经无是这祭米，是收人的心灵，是对人对天父上帝的忠诚，也是咱的忠诚。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伫咱的教会里底，咱献工、献力、献心、献金，来成做教会的工作。献乐、献你的专业，献你的才能。第三，当咱当献的时，这个活祭非常的重要。是咱今仔日圣经所甲咱讲，使徒保罗劝罗马教会讲兄弟啊，我因为上帝怜悯来考劝恁，着献家己做家己的身躯来做者，是我的一部，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咱先来想，人理想的祭，甲上帝眼中的祭的差别伫倒位？当然，咱信徒理想的祭，咱有咱理想的祭，咱理想的祭是啥物？教会爱健全有组织，爱有虔诚的礼拜，爱有丰富的会。当然，这拢是非常的重要。现在这若拢照备，求主帮助咱，教导咱的心。所以今仔日主题经文甲咱讲，就用家己的身躯来成做活的祭。这啥物的意思？是指咱本身。这活的祭是无经过包装，是原来你，是诚实真实的你，是无带面具的你，没有戴面具的你。所以伫罗马书12章第1节讲，这活祭若是活，则是圣洁的，是活的性。所以当咱将咱的身躯当做活的祭，这个祭就是上帝所欢喜的事情，是上帝的眼中成做上帝欢欢喜喜来感咱的祭。所以咱本身爱备办好来互主使用，这是包括咱的爱，伊是甲咱是大件事。所以当咱献心性的活祭，是指咱真实的家己。更较清楚就是讲，咱原来的真面目，就是讲，意思就是讲，你有伪装，甲无伪装，你有修饰，甲无修饰，有啥物差别？你大概清楚。咱莫讲查甫人无咧伪装的，咱人当兵一定要伪装，特别是当步兵、陆军，去操课，班长就讲，赶快去找伪装，就爱比起来，正面就爱插
者天气变化，热天擦水色，啊寒天擦枯枝枯的树叶所以有上帝帮助咱，所以有包装的你甲无包装的你上爱做。对影星歌星来讲，这是上界明显。这报纸新闻讲，捕捉到野生的某某的歌星明星，他素颜上街，没有化妆，哇，你微服出席，是夜市食啥物，食物件，用媒体甲捕捉着，所以讲迄素颜就是原本的所以影星歌星伫电视咱看到伊的形象，看到伊的演出，看到伊的表演，迄是另外一个伊。转到现实的生活，迄才是真实。所以用安尼来做一个比较，是做一个比喻，就是讲歌星、影星，咱拢当作是真水，伫咱心中迄个水的一面，总是伊素颜，甲咱共款，伊出去甲伊转来到人间别款的世间也是共款，甲咱拢相款，拢是人。所以上帝就是爱咱即个真实的内心，所以上帝看内心比看外在较侪。所以当咱只有注重外表的时，其实咱就爱注重内心。所以上帝毋是看外貌，是看外在。当即个先知撒母耳，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要去高我大笔做王的时，上帝有提醒伊，你要成做犹太人的王，毋是外在，外在是内心。所以伫撒母耳记13章第7节讲是讲，上帝看外貌，耶和华上帝是看内心。所以耶和华无亲像人看人的外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伊的名声检采，伊是真亮丽真水的外表，但是咱看袂出伊到底是真的伊，伊是毋是假冒伪善的人，咱毋是对伊所演的戏、所唱的歌，才甲伊贴标签。有的人专门要演歹人的有的人就是专门演好人。这歹人若演久咱看到伊敢亲像歹人。所以袂当对伊演的戏来看伊，袂当对伊唱的歌来看伊。所以伊真实的世界只有伊知，毋是讲伊好人，有可能伊演好人，但是伊可能真歹；有可能伊演歹人，但是伊非常的上的善良。所以保罗甲咱讲，咱献家己的身躯做者是活的，是圣的，是出于上帝爱咱原本的家己。这原本的家己，咱用去甲伊特别去甲伊包装。路加福音18章90到17节，记载一个法利赛人，甲一个非常的祈祷。这个非常的讲，我是一个有罪人，伊才亲像迄个无包装、无伪装，没有西装，无像这个戏装的人，所以对内心讲出来真实的话，这是真正内心的你。我嘛摕西装的我穿啥物请来？那这个你人我这个是真的幸福好光鲜亮丽，因为那个是要上台表演那个要上台表演。所以讲咱真实的咱你毋免包装，演戏的这个灯塔，都伪装没有化妆，就是真实的。有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个人拢是发自内心对上帝的诚恳，对上帝的真心。亲像迄个主橄榄，迄个甘心乐意献5个饼、2尾1个囝。所以真是旷野耶稣咧讲道，你要落山，到要食饭的时，哇！耶稣问道讲，咱只有遮个钱，哪有到遐互5千个查甫大人食到饱，喝到肚？这个囡仔临时去互耶稣的学生，叫做安德烈家
这个囡仔心内甘心乐意来退出来。当啊，这个摕着这个囡仔5个饼2尾鱼，这个囡仔心内敢袂讲，我够衰啦吼！遮尔侪人去找着我，吼，头倒霉啊！我这一餐就被通通没收了，敢会安尼想？伊若安尼想就袂退出来。所以伊若是退出来，表示伊是一个听着有人有需要，迄个耶稣学生伫人群中间讲，你有食的无？啊，咱有食的无？哦，你一早什么物件无？会当来退出来？无人退出来。圣经讲，敢若有即个囡仔摕出5个大白饼，吼，2尾鱼。耶稣摕着即5个饼2尾鱼，仰天祝谢，然后擘开，擘互门徒，擘伫众人的面前，互人食到饱，而且甲遮水饼油，甲鱼的油，甲遮血血，甲伊收起来，过当装12个人。耶稣收着遮个一个囡仔的一顿，耶稣敢有讲，哎哟，你甲是啥物物件吼？这物件哪有可能食到饼，食到饱吼？耶稣嘛无讲安尼，耶稣嘛讲安德烈，你去找一下，看有炸鸡薯条无？无，敢有即个5饼5尾，就是一个遮尔啊兴奋一个细囝，吼，我相信在座的咱是朋友，互你食你敢食会饱？5个饼2尾鱼，当然实际咱无看着实际的物件吼，怎啊甲伊看有块吐司好啊吼，食到大概鱼干这样子，因为一定毋是生的嘛，这个是较早的物件。所以咱看到这个小朋友伊的真实，耶稣嘛欢喜接纳接受，这个囡仔因平凡因普通会转这个食物。所以耶稣嘛无去向这个物件，虽然这是5个大白饼2条吼鱼干吼鱼干，耶稣会替这平凡囡仔会知道，毋是山珍海味，耶稣接纳一个小朋友，伊的热心好意，甘心乐意，接受他的热心好意，跟接受他的甘心乐意。所以咱家己嘛亲像安尼，因平凡吼，因朴实伫主的面前，偌济几个特点，第一是咱家己真实的分享，咱家己真实的分享就是你原来的你家己。最近咱食物件拢爱食较清淡的吼，食较正的，所以讲，不要煮到伤复杂吼，吃它的原味就好了吼。所以食伊的原味，就是伊原本原来吼，这食物食材伊原本伊的本性。咱看圣经阿摩斯所讲的话，讲伊这个百姓，讲上帝也无看轻恁的祭旗，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恁虽然献烧者，甲恁素者互我也无欢喜。恁若献肥的精星来做感恩祭，我嘛无要甘啦。所以咱看到上帝讲，恁献遮尔侪物件，主伊原无欢喜是安怎？以色列人因的心已经变调，因搁敬拜上帝而离开主，所以你搁离开主，搁献遐尔侪物件，主嘛无一定会欢喜来接受。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因献圣殿、献肥的精星，伊宗教仪式遮尔啊隆重示众，但是上帝敢会欢喜？所以先知阿摩斯责备以色列的百姓，遮的祭物上帝无喜爱，上帝无欢喜。所以上帝爱的心，就是咱的心，咱真实的面貌，咱原本会家己是上帝所爱，会照上帝所创造的，咱来到世间，照咱原本的家己来互主，来献互主做工的。所以诗篇的作者伊嘛反省伊家己，伊犯了罪，那落入罪恶的毒药痛苦的中间，亲像要到无命的地狱。诗篇51篇16节到17节讲，因为你无爱这祭物啊，若爱我就要献，烧者你也无欢喜。上帝所
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无看伊意。那诗篇讲着讲，上帝所爱者是这忧伤痛苦的心，甲忧伤痛苦的心，这是作者啊所写出来求上帝啊，你原谅我。这个人是甚物人？咱有大笔后，所以大笔伫上帝面前讲啊，主啊，求你帮助，因为你若要爱这物，我一定要给。但是小者你无欢喜，但是你爱我忧伤痛苦的心摆咧伫你的面前。更何况咱是一个平信徒，咱大笔就做甲安尼，咱嘛永远伫主的面前，求主帮助咱，互咱遮忧伤、软弱、好奇、受伤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欢喜，降咱人会过来。所以上帝欢喜，甲人会讲讲的价值是无相同。人咸菜无喜欢，无介意，或者破碎的事，介意包装意思的物件。总是人的表现，可能毋是你真实的样子。咱将要进入这受难周，啊，还有礼拜时间。受难周，耶稣最后迄礼拜，耶路撒冷发生，就是伫犹太人因所要过这花过节、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到最后耶稣十字架顶的死安怎？连伊的外衫拢无，连伊穿的衫、紫色的袍，拢互阿兵哥，这兵丁甲伊安那，甲伊分，看上要倒一处。可能耶稣真实在伊在外头，这就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替咱牺牲。所以咱也用祝福来入禀上帝。12章第26节来讲，咱无得亲像这个世间相款，就用心平换心来变化家己，互你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善良、通欢喜、完全的旨意。所以当咱咧献家己做活祭时，咱毋通像这个世间，而且咱搁爱用咱的心智来变化家己。所以这心智变化家己，就是将咱的心思。咱的心意，就是主宰咱的思想、头壳，也是心内做改变。保罗的意思是讲，咱的心思早就已经毁了，受着这个世间，受着这个人情，受着风俗，咱进入这个世间，讲你一定就受着污染。是讲咱进入这个世间，你受着世俗的观念来影响。有真侪俗的人的思考，也是俗的人的感情，也是触到上帝的眼光。所以咱必须要更新，来脱去遮旧的，咱伫俗世影响的思想观念、眼光看法。咱的基督教，敢是一个敢若哲学尔？咱其实敢若是一个哲学。基督教敢是？伫咧历史的中间，敢只有历史的，毋是，无完全。所以咱毋是敢若是哲学，即个历史，也是讲咱读圣经，敢若咧读文学。圣经有真侪人无法度去完全甲伊证明。你要用科学来甲伊证明，无法度证明。你若讲用数据，就无凭二语嘛，5000个男人你知道吧？这数据就是这样子嘛，那怎么会有这些事发生？那有这个代志来发生，上帝做。所以讲，咱发觉到这人的这个想法，重新来改造，咱来重新受上帝来教导。所以变化是不断，毋是敢若一改两下，爱不断伫咱所存在的这世代来记。所以说，咱经过大部就是改革中，一直不断去改进。所以你心思更新有偌济，你就会当有偌济变化。你的生命人生的变化，就是借着你的
上帝降咱的活着是咱人不断伫即个改变的中间来找到顺服的一个动机，去调整改变心意来得到的变化，这才是上帝所欢喜。耶稣帮助咱伫即个真正做上帝活着，对咱的心更新变化来开始。伊是咧改变咱的外貌，伊是搁改变咱的外貌，是爱对你的真心来疼上帝、疼人，甚至疼即个大自然，甚至疼即个世间，疼即个世界，对来改变。所以就是伫形体上的变化，所以经文讲无得甲即个世间相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就是讲，咱的改变爱试验查验上帝的善良、纯全，以及通欢喜的伊，再来顺服伊。安尼改变的人生是上帝欢喜降咱的。先知撒母耳嘛，甲咱讲一种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就讲咱若顺从，即听上帝的话的命令，较赢献祭；顺从较赢献即个牛讲或者的意。所以咱爱顺服上帝，顺服主。耶稣顺服上帝，后来互钉伫十字架顶，咱嘛爱来到上帝的面前。人会当找到即条路，咱的大生就是爱先顺服，先顺服主。撒母耳上怀3两经的第3节。第三，帮助咱的教会，帮助咱的肢体。咱会当诚做祭品，然后摕着欢喜，就爱照家己的本事来顺服。所以第32节、第42节就甲咱讲因为我所互恁的恩伫恁的中间，甲人讲，你着所想稳当家己，通搬过应该所想，着照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别人信的分中，来互上帝欢喜，会照咱的恩赐来侍奉咱的教会，从咱的本心，从咱的本领，最本上到本领到你的本事来献互上帝来欢喜。咱毋敢若要献意见、献想法，咱爱献啥？献咱家己的才情，主欢喜，帮助咱教会。侍奉的经验是非常的宝贵，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学历、咱的经验、咱的工作，这叫做学经历。你活偌久，你就偌济学历、经历以及经验。所以咱做志工的人，做志工的人，就是将伊的时间，将伊的一切归心伫迄个伊所侍奉的迄个单位来侍奉上。所以咱着照咱无同款的恩赐，一定有咱无同款的作为。所以保罗甲咱讲，你若晓讲预言，就照你的信心的程度来讲预言。若是做即事办代志的，就全力来做办代志的事。若法度做教导的，就全力来做教导；若法度劝勉人，全力来劝勉人。当救助当帮助人的，咱就诚实；当治理的，咱就有信；怜悯人的，咱就甘心乐意欢喜。所以将咱家己献上帝心中圣洁的敬，将咱的恩赐才能对恩赐
教会